啲隨身初燒嘅燒友到底應該點揀呢？相信有唔少隨身嘅初燒燒友其實都喺度糾結緊一個問題，到底我係買台入門級嘅播放器呢，定係幫手機買隻正啲嘅小尾巴呢？咁佢哋之間到底有乜分別呢？邊個音質好啲呢？播放器往往俾人更加專業、更加大推力同埋音質更加好嘅感覺啊！信息量大，有豐富嘅 EQ 同埋音效，可玩性高。而小尾巴往往就俾人覺得係更加的式、更加方便，但係要依靠手機或者轉盤供電，推力一般，音質有提升，但係唔多嘅半桶水。咁正所謂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啊！咁唔通真係冇啲柔的式推力同埋把聲咧，又可以同掃播咬咬手瓜，做工同埋質感咧都非常之咁靚仔嘅小尾巴啦咩？咁喺我手上嘅呢隻 IFI 高 Link Max 博星限定魔改版啊，或者會係一個非常之唔錯嘅答案啊！咁喺拆開包裝之後啊，我對呢個小尾巴嘅第一印象咧就係哇，非常之咁簡潔，但係咪漏咗啲咩呢？咁喺鋁尾合金外殼嘅上面啊，除咗眼指示燈、一個銅鍍銀嘅雙絞線、一個數據接口、一個 3.5 單端口同埋一個 4.4 平衡口之外，就揾唔到其他嘅嘢啦。而小尾巴常見嘅音量鍵同埋操作鍵呢，冇 Q 咗喎。咁呢隻咁嘅嘢，連個按鍵都慳埋，啲音質會唔會都慳慳地啊？咁當我接上手機之後啊，打開應用獨佔呢，我發現其實係可以喺手機上面啊直接控制小尾巴嘅音量啦，咁就可以慳翻喺小尾巴上面再去調音量咁嘅麻煩啦。咁喺戴埋隻耳塞之後啊，我即刻就明白呢隻小尾巴點解會叫 Max 啦。哇，因為佢推力真係非常咁大啊！單端300歐100毫瓦，平衡端300歐241毫瓦咁嘅推力啊，簡直就可以同啲千元級掃播去冚過啦。咁對於市場上面大部分嘅千元級別咁嘅耳塞啊，音量開到一半咧，其實已經相當足夠噶啦。咁喺把聲嘅表現上面啊，人聲真係又潤又厚啊！呢隻6嚿水都唔使嘅小尾巴啊，人聲咧要比好多1-2千嘅播放器咧，仲要潤、仲要厚、仲要暖啊！非常之足耳，佢通透唔吉耳，而且沉穩，係一種非常之討好耳仔而且健康嘅人聲表現啦。而佢嘅低頻咧，亦都非常之咁 Q 彈啦，中低頻整體呈現嘅氛圍感咧都非常之好。咁而喺高頻方面啊，佢可以俾多個有厚度、有質感嘅高頻表現啦。不過喺泛音上面咧就會有啲收斂，但係一啲都唔會覺得焗啊。咁而喺聲場上面，左右兩邊嘅延展咧做得相當唔錯。咁喺重心感方面咧，都有主流千元級播放器咁嘅水平啊。咁對於呢個流媒體當代嘅今日啊，手機咧因為佢自己可以上網啦，有成熟嘅操作系統同埋完善嘅軟件生態呢啲咁嘅天然優勢啦。對於網絡軟件 EQ 呢啲咁嘅玩法咧，係唔需要借助其他嘅設備嚟去實現嘅。咁佢作為一個隨身嘅媒體中心啊，應該都唔使點去爭論嘅啦。咁無論係攞嚟聽平台嘅流媒體啦，定係本地嘅音樂啦，亦或者係攞嚟碌在線視頻啊，咁幫部手機配翻一隻可以顛覆入門級播放器表現咁嘅小尾巴，攞嚟提升佢嘅綜合移動影音體驗呢，就可能真係好多唔少初燒玩家喺預算有限嘅前提下邊一個比較優質嘅選擇啦。咁喺日後預算鬆動嗰陣呢，再幫呢個小尾巴去配翻一個純數字轉盤啊，你會得到一個更加令你驚訝嘅表現啦。好啦，今期節目就到呢度，好物分享，我哋下期再見。